就住嗰個嗱嘅因為今日局長都有提及過咧，就住個撒瑪利亞基金同埋關愛基金嗰度，好似都會有啲放寬嘅，同埋即係會有啲自費嘅藥物咧，都會有多啲資助。唔知係催化有冇消息可以講啊？係啊，因為我哋嗰陣時即係都研究過啦，因為佢加費嗰度都有問過我哋，始終有班中產嘅人士咧，即係你個 min test，即係嗰個收入去唔到咁低啦，所謂嚇，咁所以佢都要自費，咁所以個安全網咧都會加大嘅，咁即係包括撒瑪利亞基金同埋關愛基金呢啲，咁睇翻你用啲咩藥啦，即係癌藥又好，或者呢啲好昂貴，我哋叫英文叫 ultra expensive，非常昂貴嘅藥治療或者藥物。例如邊啲咧？即係譬如而家有啲基因治療啊、細胞治療呢啲就非常昂貴啦，或者啲罕有疾病嗰啲呢啲會擴大翻嗰個照顧嘅。咁但係就詳情我就唔係好好熟嗰啲就費事講啦嚇，就等翻政府去講。不過係會考慮埋呢點嘅。頭先你提到，即係除咗嗰個頭先我提到嗰個家庭收入嗰個限額會提高之外，即係資助會提高之外，另外就係頭先講關愛基金啊，同埋撒瑪利亞基金都會照顧埋中產。唔得㗎，以前中產個收入去過唔即係唔夠低啊嘛，所以未必可以受惠。